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我是曲美俊。当然开春的时节啦，带到你土热和个新竹天气，容量的上温水库水了赶快农民啊，是起到新冠度降降。嘛，但年人咯，记得上讲了下了天大热起之后，让我为了起之后，系咪政府如来宣布了水情紧张，来嗰种嘅天干休假哈。有先记得天气所落起嘅资本，马上配上佢嘅顺序呢。为到样情况，年年来发生来减少样情况发生呢，故说今年呢，水利署和农粮署共同来宣布所谓嘅水资源兼容器农业节水管理嘅办法来期盼。是讲你跳动无事无，专做来种绿配呢，本年是甲当7万元嘅补助金啦哈。不过了地方前都系抬杠农，结果了7万元啊，可能到15度补助5度啦哈。韩国那种嘅政府部门希望用安样方式来节省用水，韩国来减少那种农粮生产过量嘅情况，系咪真正在达到目的呢？还有其他问题，系咪慢慢日日出现，而来面对挑战的呢？等下韩语总督谈谈安尼水利部门、韩国农粮部门嘅想法系乜嘅，专家学者意见系乜嘅，农民嘅心声系乜嘅，强烈关心。了下来讨论是讲，到底今年来期盼所谓水资源兼容器哈，到底遐兼容器系乜个意思？因为农业节水管理办法，对呢一道嘅农民来讲，无论你系抬杠农来讲，次杠农哈，自家来种哈，面积下细，到底对呢影响系乜嘅哈？大家就要心上讲出来，然后要向咧政府部门和个专家学者共同嘅讨论。杨批文少介今边嘅来宾，第一届系农粮署北区分署嘅分署长苏宗正苏分署长，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好。再来问少介系农业工厂研究中心主任谭志宏谭博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好，大家好。大家好，好，大家都学了一句客家话回去哈。好，第三个来宾系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局嘅副局长张田华张副局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第四个来宾系中兴大学森林内嘅教授刘婉玉刘教授，你好。各位乡亲父老，大家早安，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先来看到啦，是讲到底礼拜天干休假吼，今年1月初二来盘理同2月初日来20日时间来登记吼，做乜嘅做样型嘅盘理呢？啊，想先听听新闻记者讲透来了解以后过来讨论。桃东负责参奖内土人养埋富江同新竹府区嘅农民，按多年来以市项目水库同附近嘅比塘灌溉，喺今年引致全球嘅气候无正常，造成项目水库嘅吨水量相对无按稳定，当年综合项目停管。第一停水，那是冇用嘅。爱情那时间呢哈，因为佢停3、4日，来一位哈要1年嘅时间啦，所以想下個無會闊到啊，係啊，會走起啊。農民講，項目水庫同時要提供工業、民生同農業用水，係講經濟無拉水咧，但是提前嚟考慮提供嘅對象只係農業用水。桃園太中一站嘅當到4水個樣，當到4水個樣哈，2小時就有水。呢啲項目咧喺過港啊，出全係水啊哈，撩下嘢全部撩到桃園太中嘅晒嘢。長期研究比塘文化學者認為，往擺比塘主要做灌溉用水，土人嘅農業將會按好。透過商業發電量後，有得比塘真正內本人囤配。雖然有項目水庫是做主要嘅經濟訓練，但是項目水庫嘅用水對象當到中，比塘寬寬當重要。以前都農業用水，那但要提升到生活用水的時候，當然我們對整個管路，還有包括周邊的環境的維護，因為太多人就是把一些生活廢水就直接排到，有人就直接排到水圳裡面、支圳裡面，造成埤塘的水不是太乾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很重要的，我要呼籲水利會不要再把埤塘租給人家去養魚的啦。
好像认为从后小个社区自家认种富圈的比同农业中的水是扮演的比同，都平常时是有有限的功能，无那水中的时是补充水量。咁啊，介呢個地方我來變做係所謂嘅天干休耕體系，認為佢係只水資源勤用器。那講到水資源勤用器，我想我先請教北水局的副局長啊，什麼叫水資源禁用區？那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枯水期是从每一年的12月到隔年的4月，那长达5个月之久哈。那这段期间，这个平均降雨量是大幅的减少。那我们的这个农业灌溉，特别是在一期稻作在开始公灌的时候，它是在每一年的2月开始哈。哦，刚好在枯水期，就是用水最殷切、量最大的时候啊，那这个就会跟我们民生工业用水产生一个竞合的一个状况。喺哪啲地方我咧係一種嘅水資源禁用區呢？有上門水庫，上門水庫公開地方主要係你看到係土地那邊係讓某偏遠到信豐，信州該片係信豐竹北老富橋哈，還有竹東了上平野那部分係竹東哈，面的水庫係苗栗咧，好嘉南大圳係嘉義六甲鄉等等，但是你很多面積，雖然按到地方全台灣都有，咁講面積來看。上門水庫了徛喺5633公頃，下邊也200人，掉起來還冇你人台灣多哈，所以受到影響最大嘅你了個上門水庫了趕快去了到嘅鄉親朋友哈。我想先強調你嘅採創嘅農民是講，對因為天干休耕，你都認為對那個影響係乜解？你啊，你倆時班啊，吼，喺時班嘅時節，因為你倆是有講嘅專作。窮用2.7萬元，吼，喺時天嘅人，時天嘅人，佮都是會冇水，你嚟講嘅天氣嘅時節，變等於你也冇講嘅天乾，吼，喺你眼講等於也係天乾嘅時節，我哋是該冇嘅人要補充麼？你也未當太問題，因為你眼是講哦，你也比如講種番薯。哦，種物嘅雜是講嘅旱作嘅作物做得，可是你會考慮了最主要嘅旱嘅水土，水土跟啲都是嚟講，你係上門水庫嘅水源哦困難嘅時節，該時節我哋會挖比曬體，要考慮了嘅東西麼？你因為你全冇考慮啊，因為1802年嘅時節。自主性休耕嘅時節，基本講冇天乾，冇天乾，可是對我哋下頭嘅個水美嘅位所，尤其我哋富橋、信豐兩片，哦，然後我哋信豐，最水美嘅位所，佢天乾，佢冇講天乾，佢講自主性啊，自主性，佢240辦，等於窮用自主性，佢講嘅到最美嘅時節。我哋會挖曬啲，你有乜嘅配套措施麼？冇配套措施啊！你是按照講鼓勵人專作，可是你最大嘅面積慳係水土啊，所以講你配套措施會幫我哋啲。好，謝謝。好。那到底是不是水情很緊張啊？那我想先請教一下北水局，就說今年石門水庫水情很緊張，以目前來看。以目前的狀況來講，當然就是石門水庫，它一年的這個週轉率要有4次之多，也就是我們的庫容是有2億立方公尺，但是供水要供到8億噸，哈，那8億立方公尺，所以在這個我們正常的這個水文年來講，它也會存在一個水情欠佳的狀態。所以今天的狀況看起來是欠佳就對了。好，那我想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分署長。因為剛剛這個農民告訴我們說，你今年是開放大家自由參加嘛，不管這個灌區裡面是基期年或非基期年都可以來參加，所有農地都可以參加，而且當然有個單數，就是說前2期要1期是要復耕的狀態了哈。那可是大家還是種稻子種最多啊，你又讓大家這個自由參加，沒有限定，那到最後我自主參加啦，我配合這個計劃，我自主參加，可是我選擇種水稻啊，可是我的損失誰來賠償呢？主持人也有提到，我們農民朋友這邊也有提到，那我要種什麼？
我怎么样来种？对所以我想有2个很大的措施可以一起来做一个配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推大粮仓计划的部分。大粮仓是。那我们在之前，我们为了稻田的一个稻米生产过剩，我们希望做一些稻米产业结构的调整，所以我们进口了很多，每年大概将近这个800万吨的这个黄小玉的部分。那这些杂粮，我们希望在国内在可以种植的情况之下，我们尽量鼓励农民来做这方面杂粮的一个种植。在大粮仓跟减工这2个大的计划下面，是不是我们就是希望告诉农民说，种水稻的面积要缩小？是，我想我先举一个全台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资料哈。全台我们大概1年2个期作种植水稻的面积大概27万公顷，我们希望能够减3万公顷的这个水稻面积，合理的24万公顷是我们的一个水稻种植的目标值。那这3万公顷如果套回来，在我们的北部地区来讲，我是希望在这个我们的5643公顷的这个桃园区域的这个部分呢，能够至少也是要有一个2到3成，因为初步今年是第1年，那我们是希望以3年的一个滚动的一个方式来达到一个这个目标的一个达成啊。那我想第1年我们先导入我们的大粮仓，让农民朋友知道说要种什么作物，再加上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一个基耕中心。也就是说，农民朋友他种水稻很简单，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过，卡3通电话，只要3通电话，从这个育苗、插秧到收获。那我们希望在基耕中心，在杂粮这部分也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跟规模。那目前我们的基耕中心也都在去年度都准备好，也都筹组成立了。我不知道这样的回应有没有回应到我们在场的大佃农你们的想法？我觉得分署长讲这句话有点矛盾，因为第1期在北部大豆基本上是无法收获的，而且你说休耕是第1期7万畚，那要不要说改成第2期我们那个休耕领7万畚，第1期给大家耕作，提高大家的收获量？为什么第1期是大豆在北区是没办法生长？因为日照过剩啊，北部有多照太阳不是比较好，跟多行光合作用可是它一直无法抑制生长啊，所以会造成它一直在生长，没办法说让它死亡。水方又告诉你说，你们用水用很多，可是我们是枯水期啊，那怎么办？我们用的水基本上还是不会比工业用的多，基本上我们用的水还是还原于大地，也不会说造成污染。对。刚刚这位农民告诉我们说，其实农业虽然是有用水，可是用的水大概都是还给天、还给地。多好的用水量呢？42%是农业用水，这是石门水库供水分配图。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谭博士，真的吗？我们42%的农业用水，42%都还给天、还给地吗？是，我想农业用水的水量看起来很大，但是实际上它不是真正的耗用掉。如果说我们讲这些作物真正变成它的生物的重量的话，那个比重非常的小。如果以这个42%来讲，大概只有1%不到的量是真正形成生物质量留在作物上。那其他大部分的都是还给天、还给地。所谓还给天，就是透过作物的蒸发、蒸散，或者是土壤表面的蒸发，造成一个水循环。那还给地就是透过入渗入到土里面，形成地下水的补助，还有河川基流量来维护生态。这些功能都是如果没有这个农业的灌溉，其实它就不能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美好。在看起来呢，都在迄水用的程度，然后讲起身呢是要让大家少种稻子。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刘博士，你怎么看？讲到的一个农业用水的问题，那其实全台湾的水的用量是差不多170亿吨，好，那农业用水就高达70%左右的比例。那其中农业用水里面，水稻的灌溉用水又超过51% 以上。好，所以只要是缺水的时候，大家的脑筋就会想到要来从农业用水要来去处理。好，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农业的一个价值哈，其实占 GDP 不到2%。好，那其实这个农业用水的效益，其实不只是所谓的 GDP 的效益，它其实有很多环境的价值哦。刚刚主任外部效益，对外部效益，其实主任刚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农业用水，它其实是还给土地、还给大自然，它有
涵养水源的功能。那所谓的涵养水源的意思就是，大概农业用水使用之后有42% 的比例会渗入地下水。好，那如果说以全台湾的水田面积38万公顷，好，那刚刚苏分署长又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实际种植的面积差不多20几万公顷。好，那以这样子的一个面积比例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年的一个渗透地下水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差不多是20亿吨。水量21吨，好，那假设每一吨的水价11块钱，好，那这样算起来的一个总共的一个涵养水源的价值，其实超过200亿新台币。好，所以我想这个涵养水源的效益是有必要考量的这第一个。好，那第二个是关于所谓的降温的效果因为我们知道水稻田本身它其实在水的蒸发的时候，它也会带走一些热能，那这个带走热能的效果就可以让这个温度降低。好，那水田的温度比起都会区的温度其实差不多温差差不多5度左右。好，那这个5度其实每1公顷的一个农田面积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它的发挥的价值，降温的价值其实蛮大的。好，每1公顷的农田我们算出来是4000多度的电，好，可以省这么多的电。那如果说我不是停灌，我是转做旱作，我用水量不要这么大，那您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配套呢？农民要不要转做会有2个考量的方向第一个是土壤适不适合转做。好，那这个土壤适不适合？我想台湾虽然土地面积非常小，但是台湾各个区域的一个差异性蛮大的。我们可以看有些地方它其实就只适合种植水稻跟休耕，它不见得会适合种这个杂粮作物。好，那因为主要是可能它的水分比较高，土壤的水分比较高，或者是它的粘质度比较高，有这样的问题。好，那第二个农民考量要不要转做的问题，第二个可能是产销的问题。好，那我认识一些南部的一些农民朋友，他们跟我说，去年他们就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杂粮转做，也种了非常多的黑豆。那去年刚好这个天气非常好，大丰收。对，那大丰收的情况下，使得这个杂粮也生产的状况也是还蛮不错的。好，那结果它后来造成就是也是没有办法找到人来收购。好，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的一个种植成本还是偏高的。好，那种植成本偏高的情况下，这个食品加工厂它来收购的诱因就比较低。好，它可能宁可跟这个进口商来购买这个杂粮作物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使得这个产销的问题，我想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哪些农民会受到影响呢？未来可能分区轮灌、转做或停灌机制，启动时间是今年的1月到2月1号来这个报名，就是自由选择参加嘛那轮流的原则是说，水情欠佳或者是水情严峻。那刚才讲说，就是以石门水库的有效库容，跟前一年比起来，这用水量、有效库容来比较看看，好，到底是欠佳还是严峻？那目前以今天录影这一天来讲是欠佳状况。那一次一区，那整个这个桃园的这个灌区呢，就分成这边有11区、12区，就是石门大郡1区、石门大郡2区，然后桃1、桃2、桃3、桃园大郡1区、2区、3区这样子，所以会轮流的一次一区。那如果是水情严峻的时候呢，是一次多区，好，所以不只是一区，是譬如说桃3加桃2之后呢，就是桃1加上12，好，再来就是11加桃3，那这样一个巡回了那现在的转做、旱作或者是停灌、休耕呢？它跟未来有什么最大不一样？就是说，灌溉减工转做旱作就是说不是休耕啦，叫你转做旱作了那以前呢停灌可能是全区域停灌，现在可能是别区停灌，但是我没停，刚好轮到我这一区是有供水的，或者说别区没有停，那我停灌。好，那等于说这个就是轮流的一个状态。除了这个补助金之外，对于这个宣布的时机也好，或者说对于这个大家都可以自由来参加，然后莫衷一是这样的办法配套出台也好，我们还没有乡亲有意见，还有意见有想法吗？应该有休耕那个节省4万5就好，还有2万7应给那个专业用去转做大粮仓计划等等它会有面积要有扩大。按所有区变成每个都变一个休耕不4万5嘛还2万7变成到专业是我到专业用。种杂粮或大仓计划，这个我补助，我面积的扩大，不会影响说每个都连那地费7万了，那没有道理
是不是？那是指转做个转做换做的参量诶，换做27000哈，变成大专有投入会做。我们有带跟机器哈，像大凉仓计划什么等等哈，都有工作可以做。你没有哈，变成呢，每个人像我现在面临问题说，先生，那你这一季不要种，我们领7万，那第2季给你种。但是第1季产量比较有利益啊。好，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还有一点呢，我们北水集也是一样我们要改善一个那个大台发电厂用水非常大，比我们农体还多。但是那个大台发电厂一定要节水不是节那个冷却水，冷却把它循环来不会浪费，直接到大海去。我给台工人讲，转做也做得，不过唔係按改，咱係前度嘅配套措施係共同來做。到底大家嘅想法係乜嘅？先聽聽新聞記者講，可以了解一下，過來討論。它这个采起来绿绿的，比毛豆还香，可是它颗粒不大。同種有機農法種嘅芋頭綁起來，市區本來土種賣漂鐵樹木，為咗配合政策轉做芋頭，佢本來工廠做好嘅乾燥過嘅設備以外，未買乾燥芋頭嘅設備，加起來成本差唔多有2000萬。唔種係到專業農來講種嚟東西係從台面自去工作嘅啦去種作嘅嚟講從我機器化我哋將要去參與啦。你講用樹幹嘅種用樹幹嘅幫嚟講那佢根本都完全冇競爭力啦。第五期同一台粗鋪之前個乾燥過嘅芋頭表面車等全批送去工廠精選包裝。市區本講芋頭係當日照嘅作物，春天同熱天嘅時，日照時間較長，但是芋頭個生果頭實唔會有頭減。1803年開始配合轉作，到了2003年將提供按用選種有穩定嘅產量。實現至萬內都提出加資本廠商倒落改。所以講，係你愛向政府單位啦，來講係到思考下講呢啲東西，係咪進口係冇俾落嚟很多，也買嘅東西種出來東西將賣出去啊，唔種嘅東西賣唔出去，我哋做案都咪冇效啊，第一啦。農民講，芋頭收購價是對體年嘅1公斤40克，年4年降低到去年轉到38克呢。業績配合農糧署嘅大量倉計劃，轉做測量作物，則遇到銷售通路嘅問題，種類唔啲前面人買，外賣資本廠商壓低價時，為了到轉做測量嘅農民唔啲按樣解釋。睇下新聞上片看到一個泰國伊配合大量廠嘅計劃來轉做芋頭不過頭幾年唔係講喺北部地方頭動物你就時間下倉，種了種嘅芋頭生產冇好，啲到時候呢，結果去年風調雨順就太散，太出假時就唔好，所以對佢來講花咗4年時間去適應這個大糧倉，對他來講事實上是花了4年時間去學習這件事情。那今年的桃竹苗一期水稻轉做獎勵標準，裡面就告訴你說要改種獎勵的雜糧。好，那這個部分呢就補助7萬2。這7萬2裡面呢，我們剛剛有位大哥講說4萬5是原本的休耕1公頃是一期做是4萬5嘛，那2.7萬就是獎勵節水獎勵金。好，那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分署長，這7萬2是怎麼算出來的？那這個預算是怎麼樣來進行這個分配的？我想這一次的一個示範區內大家可以看到，它比我們一般的所謂對地綠色環境給付的雜糧獎勵還高。對。是，那所以這個7萬2，所以有很多地主說，那我就種綠肥就好了，我收7萬2，那大佃農你就不要種了。一起做，因為我們現在規定，如果是在這個基期年裡面的一定要一個期做種植，一個期做才可以做休耕的一個動作。如果第一期做他選擇休耕，那種植綠肥作物，那第二個期做他必須要種植作物。對，那可是剛才農民也告訴我們，以這個桃灌區、石灌區來講，我就是第一期做種水稻，我的收益才比較好啊。所以，那如果一期做我去轉做旱作，那其實這個日照條件又不適合，那我經濟條件收益比較好的水稻又不能種，那或者說這個補助又被地主拿走了，我要看起來對大
大佃农或自耕农来讲，好像无利可图呢。是，所以这个刚刚农民朋友讲的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在都是事实，所以你们办法还是定出来了。没错，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就是这一个期间是一个3年为期的一个试办的计划期间，我们希望去克服这些问题点。譬如说刚刚提到黑豆一起做种植，是不是有可以在找更好的一个品种，适合我们北部地区的这些就农改场去找一个对感官比较不那么敏感的品种。作物选项很多，除了刚刚讲的进口替代作物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地方特色作物。这些地方特色作物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哪些作物了哈。进口替代就很简单的这黄豆、大豆、玉米、小麦、黄小玉，还有仙草。不管这个1年4季啊，春夏秋冬，冷的、热的、咸的，都可以吃仙草哈。所以仙草是一个很重要的替代作物。好，那全国特色作物呢有这么多种，是40项左右哈。那再来是各县市有所谓各县市的特色作物。那从偷人的特色作物，洛神葵、石莲花、薯薯、薯头、老叉。那这个看起来这个市场吃树薯这个市场感觉也不大，这诱因对农民来讲也不大。那这个特色作物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方特色作物总共有45项，各县市一定是会有45项，其中的40项是中央所定的。那另外有5项是由地方政府会跟相关的这些农民朋友一起讨论出来。你们在这个全国特色作物上面是有40项开放给全国去选，可是各地方适合种什么，可能就是有地方的特色作物去看，他们自主可以选出另外5项。好，所以等于说只要是这个40项加5项，对，45项里面都可以种，都可以种，而且是领我们的7.2万元。这是领7.2万元。是。那不种作物办理翻耕是6.1万元。6.1万，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的2.7万的节水奖励金。对。那是7.2万怎么来？就是我们的不管是休耕、种植、绿肥这些作物的4.5万，再加上2.7万，等于是7.2万元。那办理翻耕就是我们的翻耕费用加上2.7万，等于6.1万。那种植非奖励作物的话，就是我们的节水奖励金2.7万。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花这么多钱去补助大家，奖励大家转做旱作，到底是不是因为稻米生产过这件事情不能说白了，所以至少用大量补助，这样这边补助比较多，那少一点种稻作，但是公粮收购就价格这预算就减少，所以拿这边来补这边。应该是这样讲哈，在我们稻米整个产业结构调整里面有2大块了哈，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希望在种植水稻的部分能够来种植品质好的稻米，那能够卖比较好的一个价格。如果要种水稻，我们希望能够鼓励朝向这种包括有机友善或者是有产销履历这样子可以溯源的高品质的水稻来做一个发展。第2点的部分，我们是因为饮食西化的一个结果哈，所以我们国人对于这个稻米的一个消费量逐年减少。那目前大概也只剩下每年大概45公斤左右。那这样子的一个面积之下，我们是希望针对这些不适合种植水稻的这些区域，或者是有一些2期作再生稻的一个田区或者是沿海地区，可以不要来种植水稻，来转做这些杂粮作物。那我想请一下刘教授，就是刚刚讲这7.2万对我来讲，我看得到吃不到。我如果跟地主讲说，拜托你这7.2万给我，或者说不然这4.5万休耕给你，2.7万节水奖励金给我好了。这个对农民来讲我只要翻种绿肥就好啦，我就可以拿7.2万，我为什么要给把这个稻口的口袋的钱分出去呢？我觉得目前的一个对地绿色环境给付，它的整个政策目前还是针对某一些的作物，比如说是稻作，稻作目前是双轨制，所以其实目前跟这 WTO 原始的一个绿色规范来讲，它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还是要我刚刚讲的，就是生产要脱钩，也就是说是实际是对地，而不是对作物。目前我们只有锁定水稻，那杂粮的转作的奖励也是针对某一些杂粮，而不是全面性的。所以我们希望未来主要是希望能够大方向的，也就是对地而跟生产做一个脱钩。好，那我问一下我们的谭博士说，事实上，你们
有跟这个嘉南农田水利会，你们有参与啦哈？就等一下这个水利署也可以，北水局可以回答，就说你们有跟这个嘉南农田水利会签订所谓智慧水管理，跟台积电来合作，跟水利署来合作，你们有参与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可以用这个智慧水管理精进灌溉计划，透过手机和平板就可以掌握农田状况。听说从这个2018年1月到10月份为止，这样的节水率已经从这个每公顷13000吨减少到8300吨，节水率是36%。预计全年可以省下半座石门水库，可以省下台南市3个月的用水量。刚刚主持人你提到有台积电的参与，它其实就是希望透过一些先进科技，包括了现在物联网的技术、sensor 的技术，它可以在农地上，对旱作来讲，它就是侦测它的土壤水分；对水田来讲，它侦测水田的占水的深度，知道水田现在水有多少，它需不需要灌溉。如果可以把这些资讯很及时的得到，然后透过物联网的技术，回到一个所谓的云端智慧管理中心，它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应该要灌。那这时候它可以达到很有效的节水。那其实文献上有讲到一些不同的灌溉方法，譬如说间歇式的灌溉、干湿交替的灌溉，它的确可以很有效的节省水分。那这个只是在管理上会增加一些困扰，但是如果透过一些智慧科技的方法，在该供水的时候供，该停的时候就停，这样子也许可以达到一些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目标。我可以请教一下，每1公顷的这个建制的成本大概是多少？让我们这农粮署听一下，心里有个底。您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不过这个建制成本其实牵涉到很多因素，因为你这一个 sensor 或者一个闸门，它到底控制多大的农田面积？如果我是一整块20公顷，我只要一个 sensor 就可以代表的话，那它的成本就会降低很多。那以目前试办的阶段，从几千块到上万块的这个每公顷的成本是需要的。那我们相信将来如果再扩大试办，而且能够研发出一些更便宜的 sensor， 就是譬如说我有很有效但是不需要非常准确的这种田间水面监测的 sensor 出来，那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它的成本。他聊下涨水工研机啊台710岁，还要去转那个水门，一次转个10分钟，实在是很辛苦。所以有了这一套的智慧的用水管理系统之后呢，紧紧来到阿爸们是很辛苦嘞，用手机 app 都不卡着就可以开水门、关水门所以水门就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北水局这边，如果这一套在嘉南平原用得好的话，那2.7万的节水奖励金，我们就更积极的、更前瞻的来做这样的系统建制，是不是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件更一本万利或更便于管理的一件事情呢？这种掌握田间的一个用水量来做相关的一些管控，预估这个用水量是可以节省大概10%到15%之间。好，那当然，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给付的一个每公顷7.2万元，这个经费是不是我们把它投入到智慧水管理这一部分？我说2.7万的节水奖励金啦，2.7万的节水奖励金这一部分那当然，我们在跟嘉南农田水利会以及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目前是试办的一个性质。试办它是一个比较小规模区域那当然，这个后续假如说它的成效，而且相关的这些发展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我们可能也要扩及到石门水库的供水区来做相关的一些管控那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验证它的一个成果。好，农业部门的用水事实上有很多是可以回馈给天和地的，而且我们的外部的效益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大家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话，就会回到我们刚刚刘教授所讲的，欧盟它有农业预算是1半是补助农业和农村和农民，为什么？肯定他们对自然生态环境，肯定他们对多元价值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咁啲现场有向亲入意嘅吗？来个。这2年这个农政单位鼓励我们种植杂粮，它可以下来普查，有哪几个是小农户自己在种杂粮的，都是我们专业农在种杂粮，的面积才会从很少一下充值到他们所要的这个杂粮的这个面积。对，那没有我们刚刚博士所讲的，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我们的价值在哪里？好，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农政单位造就了我们这些青农，让我们的确现在收入比上班还好，但是我们也正在打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第二句话在最前线。那现在水资源的问题，不管这些数据，我们不是读书，我们看不懂。客气。那就是一句话，稻米过剩，你们不要种了。好，那不要种的，那我们今年的生计收入要在哪里？转做旱作。转做旱作。现在所有的北中南，所有的叫做集散中心，所有存量都上百万吨。你说那些杂粮吗？就是豆类啊。豆类。上百万吨。我们这些人，我种10甲的黑豆，我自己每天磨豆浆吗？自己喝吗？7座单位豆浆店做酱油的，他们根本就是末端的这叫做副食品太少，全部都囤积在那边了。都囤积在那边。好，谢谢。了解先生啦，你讲。其实，佢按當然來配合政府嘅政策，日鋪當然來改變，佢係當然來因應來做調整，佢真是過了當辛苦。韓日呢都抬槓農嘅線上，係讓佢有強弱嘅，先看新聞樣片來了解一下。到處一個國際嚟講，按照阿中法持無相關嘅農產品。參加小體主太天農嘅慈雲灘，都投人票嘅差唔多50公頃嘅地來施活，但是咧今年經濟關係去年唔穩定，當年做下冇讀到係咪愛休耕嘅問題，尤其去年7、8月嘅時，農糧處期盼嘅日期土作再旱作，講其將開始嘅全港計劃有變數。經濟會打唔過來啊，係啊，還有為幾年度2期係早時吼，喺2期每收成不好啊。所以經濟上會有困難啊。農糧處同土人將外戶口新竹上平鎮，面對水庫同嘉南水庫列島4個水庫管區列作水資源輕重區，到1808年今年，本農民自家嘅田係沒有休耕，因此長量嘅資金都提出輸行，慈雲太除了時候提出嘅味道量1公頃超過72000塊嘅補助，唔肯票體本期，兩個田間將故鄉做農嘅奶強怕咪田間安尼冇收入。耕田有6000年的，所以俩政府现在哩转来耕田，结果是变红用因大亲戚无懂好，系啊，变成年轻人会失业啊。慈雲太講，太現嘅農機械一台千世就幾百萬，但只係貸款壓力嘅動態，係咪休耕係幫天主結天，做幫擺經驗休耕補助咪係天主難意，對農糧處講係同天主打合比例，但是到數票天農民做下個時候，天主買票紅點人，成為艱難時代統治，休耕補助等於看得到拿唔到。睇下新聞樣片看到一個阿爸同個兩個奶兒，做抬槓農，來等於說爸爸帶着兒子來做，面臨到政策變來變去，天天政府的政策做猛炒，有量都得有補助，有得的政策鼓勵，但是政策也是隨時在變動，在滾動檢討，所以他們在因應上面，其實這個農機具一台幾百萬擺下去之後，馬上要轉做這個旱作或雜糧，是不是要投入另外一套農機具？甚至像剛剛有黑豆乾燥、脫粒等等這樣的設備，投資下去跟稻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系統哦。我們第係咪顯出還有相通的抬槓農，有因為意見相反，你是青農也好，或者說你是來了聽人阿爸做的，然後還有咩想法想表達來嗎？好，了解太公，了解先生。主任好，我應該算是農三代的。好，農三代。那我是跟着我阿公還有爸爸在種水稻這一部分，那之前前幾年政府開始推旱作的時候，我就有大概試種了一些黃豆跟黑豆。是。那些黃豆現在應該都被我當肥料了。哦。就是直接倒到田裡面當肥料。對啊。賣不出去嗎？對啊，因為其實它產量也不高啦。我做一甲幾乎全部都是在賠錢。嗯哼。沒有不要算政府補助的話，我都是在賠錢。那政府要補助多久？其實我不知道。那
他说叫我们转做旱作，我到现在都不敢买旱作的机器，因为因为你那一次的试种经验让你我种了3年，种了3年，对，种3次，对我怕啊。如果我一台播种机或是真空播种机买下去，我可能用3年。虽然说政府有补助1/3或是1半，但是我自己还是要出钱啊。那我买了，结果种3年或者种4年，没补助了，或者是它真的不能种，我机器能当古董吗？还有哪个台购好了解？那个农粮署叫我们种黑豆，我现在讲黑豆的历史给你们听。好，是。我8月5号开始翻耕。然后要请人家来种，没有人帮你种，因为我们这边大家都在种黑豆，我们没有机器。哦，金工也是一些缺工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种黑豆，所以种黑豆又缺工。你要请工人，请机器，绝对没有机器。你讲机耕也骗人的啦，讲是很好听啦，是机耕全台湾啦，他们也在种啊，所以你根本找不到人。所以我今年种22甲，22甲是因为市长叫我种。我就答应市长说，我种20甲，就后来我种22甲，结果种下去之后，下大雨淹死掉11甲，又翻种，结果到最后东北季风来了，都是矮化，机器又不能收购，到收购的时候也是请不到人，这是我的心声啊，到现在1毛钱都没有拿到。哦。好，谢谢。好，谢谢。好，那分署长，这些心声您都听到了。第一线农民血本无归了，做了3年还不敢迟不敢继续投资了，怎么办？机耕中心对他们来讲也没有发生作用。好，我想这个都是很实际面的问题。那政策上的一个推动哈，一定要跟我们产业做连结了哈。我想农业就是人、土地、水。好，产业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那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种植面的问题哈，我想行销就是市场的一个通路的一个行销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因为你农民是新屋地区很大的一个粮商，它的通路应该不是问题，可是对，那不是卖黑豆的。对，所以现在要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哈，黑豆也可以跟黄豆一样做成黑豆浆、黑豆奶，那它可以进入的市场。不是只有一般我们市面上所一些通路市场而已，我们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校园午餐。我想在我们桃园地区郑市长也非常的一个配合了哈，他也非常有心，希望校园午餐里面配合视障 EQ， 能够做出履历的黑豆浆、黑豆奶也进到校园午餐。校园午餐的一个这个区块的导入，配合我们之前所提的，只是一些生鲜蔬果的一些视障 EQ。那现在我们把加工品也变成视障 EQ 的话，也能够导入到校园午餐里面，这个是不是一个市场？那另外，团膳会是一个很大去化的，也不只是食品加工厂，团膳是一个去化的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做一些试办的一个做法。那豆浆都做出来了，那我们也正在跟各县市的一个教育单位来配合相关的这些视障 EQ 能够做一个导入。那这些除了一般市面上让消费者吃到之外，也是另外让学童这个国家未来主人翁也可以吃到我们在地的一个生鲜食材所做出来的。那除此之外，既然是做成加工了，就没有所谓的这些生鲜出口，譬如说会有检疫问题啊，会有配额问题啊，这些做出来的加工产品，应该也有机会我们来尝试做这些外销的一个动作，因为它已经转型了。那可以不是以生鲜的一个方式出去的话，我想有很多的一个机会。刘教授，我想请问教授，刚刚那个种了22甲就被水泡掉11甲，只剩下11甲，收了200吨，现在放在一个新屋，我们在地很大一个粮商哦，他也有契作稻米，还堆在他仓库里面200吨的黑豆，不知道怎么办？那也是契作，那也是大粮仓计划。那您真的觉得说进入团膳、进入营养午餐，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去化的方向吗？或者说，我们就把它做成加工品之后，可以转出口，就不需要有这些检疫的问题？这个还是会面临到国际的黄豆期货价格非常的好，跟台湾的生产成本确实是高，所以
即便是要出口，我们还是会面临价格的问题。好，那我想为什么会产销失衡？当然是供给不等于需求。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当这个生产过剩的时候，表示我们的供给过高。好，但是就过去政府的政策来讲，都是讨论供给面的问题哦。那其实比较少讨论需求面的问题。那就从刚刚分署长所讲的，我们需求面是有必要进行行销来提升国人的一个饮食的需求。好，那所谓的提升国人饮食需求，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对于国产农产品的需求提升。那除了稻米之外，我想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建立国人对于这个国产的豆浆、国产的酱油，好，就刚刚的黑豆的例子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sense， 就是说要建立我们台湾人去多吃国产农产品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那这个意识可以透过食农教育来达成。好，我想食农教育推行了很多年哈，那大部分过去都是着重在提升这个参与的体验啊，或者是场次的人数，比较少是真的对于这个所谓的行销这一些国产农产品的部分来进行强化。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有效的来提升需求。当需求提升之后，我想就可以来解决这个供给过多的问题。那我们节目也有去丹麦进行采访，那丹麦是一个就是有机种植面积比率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国家。那他们对有机产业的鼓励是说，我直接鼓励消费者你去买有机产品，那你的这个买有机产品的这个金额里面有一部分是政府补助的。那如果说我们是反一个方向来讲，我们是直接补助消费者，你来购买这些不管是杂粮转做旱作也好，或者说大粮仓计划这些，或者有机的等等之类的也好，这样的做法可不可行？它有没有违反到一些什么公平贸易原则之类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还是说这个办法事实上是可以在台湾来推行的？对这个当然是跟台湾做法不一样，台湾是补贴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那丹麦做法是主要是补贴消费者这样可以增加这个消费者购买的诱因，降低消费者购买的一个成本跟负担。我想这是不一样的考量就端看政府要怎么样来执行。生产者说我卖不出去啊，所以我不会想去生产。可是补助消费者，消费者就说，我买的话可以多便宜一些，回馈的话我就有买的诱因，那个市场就被创造出来，是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对，那现在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台湾的有机相关的面积还没有那么大到可以规模化的杂粮转做这些东西。对，那这个有机的部分，其实就台湾来讲，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台湾的温度比较高那湿度也比较高，所以这个病虫害的情况，其实比起北欧来讲会多蛮多的所以要达到全面有机，或者是大部分都是有机或是友善，其实还是需要先从生产端来解决。那到一定的规模之后，我想再从消费者的部分来切入，我想应该是蛮合适的。或者我们先来问一下这农粮署分署长好了，就是说，对嘛？因为我们现在针对这个生产者，你一直补贴他，最后对地补贴也是地主拿走，我们大耕农也拿不到嘛，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是补助消费者，这个消费者不只是个别的消费者，而是食品加工业者。你采购一定比例的我们这些项目的杂粮，我给你税制上的优惠。好，那这当然可能要跟财税部门去做沟通啊，就说这样子会不会是一个比较更积极？因为老师叫小朋友吃一个礼拜吃一餐也吃不了多少，这个部分可不可行？这样办法有没有可能来从这样的一个发想开始来落实？从国外或者是国内的这种思考面向不一样，那台湾是从这个生产者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个奖励。那当然未来有没有机会从这个包括我们加工业者的部分，或者是赋税的部分来做？我想我举几个例子了哈，这个也有之前也有操作过，那后续也有可能可以来往这个方向。之前我们在譬如说以红豆是有关税配额制嘛哈，对，你要进口多少红豆，你在国内必须要契作多少的红豆面积，我依照你契作多，我就给你配额多，我可以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相对鼓励加工业者多多契作我们国内的，因为不是所有农作物都可以以这样子的方式操作，但是如果把它换成以譬如说你采购多少的一个国产杂粮，那我相对的货物税也好，或者相关的这些营业税也好，我可以不是不收了哈，就是减1%、2%。那我想这一个刚刚有提到几个这个加工区域型的一个调制中心，目前所收购的这些所囤积的这些黑豆，我想农粮署农委会这边也会来做一些适当的一个协助，跟加工业者这边来做一个配合，赶快把它做一个去化。
那我想先从我们的这个谭博士来讲哈，就是说节水的这种智慧型的农业用水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未来一个大的趋势？农方必须要有更大的远光和视野看到这个部门，然后也要开始现在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样的水情的问题，事实上在极端气候之下会越来越严重，我们要面对挑战势必越来越多。而且刚刚从水的问题衍生到从生产到对地补贴到销的问题，是一连串的，没有办法解决的。如果从水开始去做解决，节水开始，这样智慧水的管理开始，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开始？那在农业的部分，其实是有比较大的弹性可以来做的。像刚刚提到的很多智慧的方式，就是透过一些现地状况的及时取得，透过一些智慧的方式来给定一个适当的水量，让这个水分可以节约下来。那我想这会是将来越来越需要走的一个步骤。那政府从现在开始已经开始在做部分的研究，朝向这个方向来走。虽然现在在成本上还没有办法降到很低，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趋势。也许在未来5年、10年，它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这样做的一个做法。好，那我想问一下北水局这边，农方可以透过智慧水的管理、精进灌溉计划，逐年逐步的更有效率的来降低农业的用水的话，那对你们来讲，愿不愿意做这样的投资？那假如说这个相关的水利会愿意来推动这个智慧水管理，那我想对于我们整个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来讲，可以减少很多哈。那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相关的节水措施，其实这一部分的经费是由经济部也就是我们水利署哈，还有包括科技部、农委会等单位共同来这个筹编这个预算因应哈。那我想，或许说我们这些相关的节水的一些经费能够把它转到我们这个智慧水管理的相关的投资里面，让整个水资源的运用更加有效。那同时也可以疏解整个用水的一个压力。那最后我想请教刘老师，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从水开始，我们看到了很多的问题，小量多元化的小农，可能是台湾原本的土地持有形态，让小地主的小农，他可能是慢慢的是在一个副的一个主跟副的位置，就位阶不一样了。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变革的一个点上面，那这个点上面，您觉得需要说服的、需要沟通的，除了是这些农民之外，还有哪些部分是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做转型的这个参与的？好，那我想世界各国都一样哦。农业政策的目标不外乎就是2大原则，第一个是粮食安全，第二个是保障农民的所得。好，我想这2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才能够维持这个农业或所谓农村的存在。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市场上的一个价格哈，全世界的价格波动最大的就是2种，一个就是农作物，那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就是油价。好，那为什么矿泉水可以一直都卖20块，可是农作物的价格会每天波动这么？一瓶豆浆卖不到20块。对，但是农作物的价格就跟油价一样，每天都会波动非常大。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需求是固定的，每天都要吃，每天都要用油，但是供给是波动很大。好，所以因为供给波动很大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价格波动也非常的大。好，那在极端气候的情况下，我想这个价格的波动会更大。哈，主要是供给会更加不稳定。好，那我想就现在我们的一个农业政策一定要进行改革。好，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种第一期作？因为第一期做，即使通通生产哈，那生产的面积过多，那农民不担心，因为有保价收购哈，因为可以有一个价格的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农民会很倾向就第一期来耕作，因为生产面积跟生产的量都比较高。好，但这个保价收购这样的政策已经实施44年了哈，那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要调整？我想是有必要的。要怎么样来逐步调整这样子的一个不合理的政策哈？这个政策是全世界只有剩下台湾还有保价收购的政策啊，其他日本、韩国都已经转型了。好，那我们台湾要怎么来转型哈？就是透过刚刚的不管是这个所谓的休耕哈、杂粮转作等等相关的政策来逐步调整。那我也呼应刚刚分署长所讲的，就是所谓的结构调整。所谓结构调整指的是这个退休、离农等等哈，或者是高龄的这个部分。那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农业的这个效率降低的情况哈。所以像日本的一个农业政策补贴就非常的完善，它对于这个结
结构调整，比如说对青农有补贴，对于老农、梨农也都有进行补贴。好，那这个部分也是符合 WTO 的一个这个绿色的规范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的农业可以更好哈，结构可以调整得更完善。所以我想从补贴的角度来讲，除了这个结构的一个调整需要补贴之外，当然我刚刚也有讲，就是对于这个对地而不是跟生产挂钩这样的一个补贴方向也是蛮重要的。好，以上。今天村民大会从一个水资源禁用区、农业节水管理这样的问题来看到，台湾整个农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临一个重大转变。我们从耕牛到铁牛，改变了整个台湾农业的这个产值跟台湾的社会结构。今天我们要从水这件事情来看到，是我们如何从小农到大农这样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大的转变。主妇的位置拉出来之后，这个战略如果很清楚，在场的农民、在场的青农，他才知道未来我的方向在哪里，政策的配合才会更明确，政策出台和配套措施才会更清楚。这个轮廓清楚之后，大家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努力的目标在哪里。当然，最重要是回扣到我们整体的沟通，不只是对农民，不只是对农业部门内部，更广大的社会大众要很清楚知道，我们也许不像韩国那样强调生土不二，但是地产地销，我们能够多多来食用我们台湾本产最优良农产品。我想，就是您参与这个历史大变化最值得书写的一个部分。来，今日村民台北感枪杨水宽，下礼拜向持续收听村民台北送大家安子 C， 谢谢，谢谢。